海市區300平方別墅，高峰期1000萬，而家200萬，你信唔信？呢套唔係普通盤，係我哋獨家代理業主出國，只放1個月急走300平方獨立別墅，低密度設計，私隱度極高，上下空間分明，動靜分區清晰，一家大細住，完全唔會互相影響。香港朋友最關心空間夠唔夠，私隱度高唔高？呢種別墅最大優勢就係每個功能區獨立生活，互不干擾格局，可做4房或5房主套房，超大空間，可做衣帽間加獨立衛浴老人房、兒童房、書房都可以分層安排。裝修方面，業主用料偏高端豪華全屋地磚，加木地板，牆身細節精緻處理，大面積落地窗，光非常充足，空間感極強。廚房同衛浴全部升級，基本可以即買即住。別墅最大分別唔止係大，而係有花園感加空間層次，生活質素完全唔同級別。高峰期1000萬，而家只係200萬，首期30萬左右，月供約7000蚊。300平方別墅本身供應極少，尤其市區更罕有。我哋係獨家代理業主，只放1個月。有興趣香港、澳門朋友留言666，我 send 資料或者 WhatsApp 聯絡董生，帶你實地睇樓。記得點讚加關注，更多真實筍盤即時更新。香港街坊今日帶大家睇一套珠海大別墅，大精裝修嘅獨立別墅單位，唔係普通住宅，係真係住家級別墅級數，由知名設計師操刀，走現代輕奢加時尚高級風格。一入屋已經有明顯空間感同氣派，客飯廳空間開揚，動線流暢，無壓迫感。全屋以高級重性式為主，配合局部跳式點綴，整體更有設計感同時尚感。燈光設計係重點，多層次燈光系統，主燈加射燈加燈帶，可以按情景切換氣氛。夜晚一開燈，即刻有酒店級質感。裝修用料方面，全屋用高質材料，地板、牆身、櫃體都做過升級，細節位處理非常到位。家私家電配置偏國際品牌路線，冷氣、廚房電器、熱水系統全部齊備。全屋訂製櫃體，收納同設計兼備，實用性非常高。大面積玻璃設計，光非常充足，日頭自然光滲入全屋，空間感極開揚通透。整體感覺唔單止係住得大，而係住得有品味、有格調、有質感，特別適合香港、澳門家庭追求生活質素同空間感嘅朋友。有興趣可以留言或者 WhatsApp 我，帶你實地睇睇。記得點讚加關注，更多高質別墅樓盤持續分享。10分鐘醫療圈，附近有完善醫療配套，日常睇醫生、急症支援都好方便，對長者同家庭特別重要。大型商場配套，鄰近華發商都等大型商業中心，食、買、玩一站式，日常生活完全唔使煩。河景加休閒公園，部分單位可享河景視野，加上周邊有大型休閒公園，晨跑、散步、親子活動都好舒服。交通超方便，約1小時可返香港，約30分鐘直達澳門，真正做到3地生活圈，有醫療、有商場、有公園、有景觀，再加埋3地通行便利，特別適合香港、澳門家庭想換生活環境、追求空間同質素嘅朋友。有興趣可以留言或者 WhatsApp 我，帶你實地睇樓。記得點讚加關注，更多真實筍盤持續更新。